国立成功大学法律系伫咧3当前，甲着台南市地政法学会来合作，举办一系列的讲座。今年进一步得到教育部社区法治教育计划的补助，将举办6场的巡回法治教育的推广活动，主题将放伫咧高龄的权益甲保护。我们这次在台南市地政法学会与国立成功大学法律系及联合举办，是要针对高龄者照顾及医疗照顾推广，特别聘请郭涵瑜理事长与陈伟志医生及地政法律专家做免费咨询，借此推广高龄照顾、人生照顾，让长辈有一个很棒的窗口，得到正确的知识。今天的活动非常的踊跃哈，有上百名的长者来参与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健康照护跟长照来做介绍。那我们在活动除了演讲的安排之外，之后我们都还有紧接着有咨询师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时段，让我们专业的地政法学会的专家们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、做咨询。包括了从生前的这样的一个议定监护，到你要为你的财产做规划的遗嘱，甚至相关的税务，还有房地产的买卖、不动产的交易，我们都有在这样的一个咨询的范围。那希望呢，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，能够提升我们高龄长者对于自身法律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意识，能够强化对于自身法律风险的规划。第2场来到中西区5条公里的活动中心举行，现场除了邀请医师陈伟志针对高龄的健康照护，甲着长辈来分享正确的观念。另外，嘛有长照教育研究发展协会理事长分享着高龄长照的制度。今天最主要呢，我们是分享现在的高龄长照的制度哦。那政府常在讲所谓的4包钱，那所谓的4包钱，就是说我们的照管中心呢，把我们的失能给付呢分了2到8级。那这个2到8级从1万到3万6的一个补助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车的补助费用有分成4类，然后再来就是辅具，1年有4万块钱的辅具的费用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喘息服务，有一个3万6跟4万2的一个级数不一样的这个经费可以申请。那也让长者他们知道说，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来申请这些，那他们有没有符合，那申请的这个程序应该要怎么跑，然后怎么申请条件，这些让他们可能更来了解。主办单位成大法律系甲着台南市地政法学会表示，甲过去校方推广的法治教育无同，即间会选择行入社区，而且以着长辈为主，融入高龄的健康照护、财富管理、甲着资产的规划，以及对生前到8年后的法律权益的问题。现场除了有讲座的分享、有奖征答，会后如果有问题，还佫有演讲者甲着律师会用的来咨询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